加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g Wing，睇今日嘅三鋪，繼續係我打第一名嘅素材。呢個起手雖然冇紅中，但係都非常靚。再等碰隻隻叫糊啦。嚟隻八筒喎，咁就是但打啦。OK， 入砍四筒，叫糊4、7索。如果你都想玩同款紅中麻雀，點擊視頻左下角高高麻將，家鄉麻雀裏面揾到月桂棉，再點擊紅中麻雀就係同款玩法啦。好，老闆出現，哦，幹爆 ，sorry 啦，中7隻。第二鋪。OK， 碰隻打9索，留中張牌嚟黐張。好，入隻紅中可以拖牌啦。拖牌考驗嘅就係純運氣啦，我覺得。如果可以再入隻3索嘅話，我會繼續飛紅中。又嚟多隻紅中，咁肯定飛啦。如果可以再入隻3索嘅話，我再飛一隻。好咯，嚟隻8萬就食咗佢，中隻3，最細嘅碼，不過唔緊要啦，可以 double 啊嘛。睇第三鋪。即係你冇嗰隻紅中嘅話，你有機率就大好多咯。叫多飛咯，係啊，你個機率大好多。喂，總之我哋上一鋪咁第一隻得8萬啦。我打咗後悔，你唔打有後悔。係咯，嗱，躝啦你，躝啦。點解我會咁激動呢？頭先我打8萬，下家就話9萬嚟啦，結果真係摸9萬喎。OK， 入隻9索又可以拖牌啦，4同4索隨便揀㗎咋。嚟隻8筒，不閃啦。呢手牌其實如果可以入隻5筒嘅話，可以選擇飛紅中㗎。OK， 3筒自摸，對家話做緊清一色啊，肯定唔飛啦。摸二再返，中9隻，點個關注再走啦。